BLACKPINK 全員風騷巴黎時裝周 Jennie 睡衣造型猶如失戀喝醉酒。韓國女子天團 Blackpink 世界巡演 Deadline 亞洲場次10月18、19日從高雄國家體育場世運主場館起跑，時隔2年重返台灣開唱，讓 Blink 粉絲名期待萬分。在時尚圈極具影響力的4人，在苦落寞的巴黎時裝周全員到齊。不過這回的漢秀造型不若以往亮眼，甚至可說讓粉絲小失望。有睡衣造型服務生風格，還有阿媽花花 style。首先是現身 Saint Laurent 秀場的 Rose， 她身着有着不對稱飄逸下擺的冰藍色緞面蕾絲短洋裝，搭配黑色薄絲襪和利落高馬尾，帶有一絲高級居家感。不過這身造型評價很兩極，有人讚她猶如月之女神和美人魚，但也有人覺得這造型根本是穿着睡衣，還夾帶了件被子。第二位亮相的是 LV 門面 Lisa， 以一身繽紛的穿搭展現復古俏皮風，上半身為粉紫色與金黃色搭配，下半身則有藍色格紋腰帶與桃紅色短褲，被形容很像從阿媽櫃子裏撈出的衣服，但整體而言她是此次4人中漢秀造型評價最好的一個。接着登場的 Dior 小公主 Jisoo， 過去多走甜美小公主風格的她，這回身着西裝背心套裝搭配白色襯衫，並綁喺相當俏麗的高馬尾，搖身一變成為餐廳服務生，乍看之下也有點像荷官，讓不少粉絲相當失望。而在時裝周壓軸的是來看香奈兒 Chanel 大秀的 Jennie， 她套上霧藍色的細肩帶兩件式套裝，同樣走一個慵懶睡衣風，不過搭上一頭微亂的長髮驚呆不少粉絲，被點評很像失戀喝了一整晚的酒後狼狽返家。前財經主播朱其旭甚至在 Threads 上幽默點評4人穿出了經濟不景氣的主題，獲得大批網友點讚認同。